OK，赵文姐，今摆帮你收一题。老骨骨啦。还佫有无？有，我哋。这个。Victor，你买了？明仔10点来好。安尼啊，好，来。小赵。哦。小赵。我新聘2位吼，作曲甲写词的，这位吼是姚赞学生。啊，姚长，嘿，这位吼是咱达如生。咱大陆，喂。小赵。哦，你手哪会拢有啊？达如吼是做音版的啦，但是自细汉吼古册读真济，所以诗词写了真好。田马西吼做欣赏的，专工甲伊介绍互咱啦。ああ、そう。いや若い頃に印刷の仕事をしたおかげで、いい文章も書けるようになった作家。日本にもそんな人がいたね。这位吼是姚赞学生，伊是为哥伦比亚过来的。コロンビアから。よかったな。やった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こちらこそ。はあ、いいね。小，谢你。来，感谢。来，乾杯。小弟，你今日来无代无志要请我啉烧酒？无代志，要找你啉酒是吗？莫假，一定是有啥物代志，紧讲哦。无这杯酒，我就无爱啉啊。我要入去胜利啊！真系假？当然嘛，真的。那呢，我这杯酒一定爱啉的。来，等。我就知影哦，你一定袂放弃。我感觉哦，我已经会使抓到一寡写流行歌的美感。我就讲啊，你一定大少过。来，搁拼一摆。搁拼一摆。来，乾杯。你有听人讲张好遐去胜利啊？我知影。张好兴离开啊，即马华文的部的是王虎啊。真好啊！我想要找一个人徛张好遐的位，啊，毋过四界找拢找无啊。王芬芳阁毋肯离开音乐做。无要紧啦，搁再找找找吧。我是惊你的负担伤大啊。迄是要，我干那是烦恼啊，我哪写拢写袂出满意的作品。我最近嘛有这个感觉啊。我写落回音甲回情手腕，写来写去哦，拢无满意。不怪日本的音乐家讲啊，创作爱靠灵感啦。若是无灵感，你想要写拢写袂出来。那拄着即款的时阵，因怎做啊？放我轻松啊，世界行行。放轻松，世界行行的。咱逐工伫遮上班，是要去倒位行行的啊？会使去看艺家。看艺家，我干那烦恼胜利的代志都袂赴啊，哪有心情去看艺家？感觉啊？真好听，啊，歌词嘞？无歌词呢。啊，
无歌词你就先写曲啊？无歌词，咱听袂出感情嘞。我嘛真歹做决定。你找看卖，看有适合的歌词哦。吼，后摆吼先有歌词，才有写曲，吼。部长，啊，我写的白牡丹，你感觉安怎？哦，我有看，袂歹哦。刘长，来看卖，大陆写的白牡丹。好，像这个曲。秋林啊。白牡丹笑文文，遥遥含泪等亲君。无忧愁，无怨恨，单想永要歹势安尼，写歌写得好，啊就已经，什么啊？是林兄，收东兄嘛弟啊。这啊。啊你哪会知影阮是遮？哦，我听阿爱讲的啊。爱。啊，因哪会知影阮是遮？爱听报主讲的啊。哇，秋林嘛，你咧拍迄女歌手保珠啊，啊，拢暗含嘅。我对兄弟讲咧，你暗含伊啊。哪有啦？哎呦，安尼无影的代志，安尼讲甲会使？人是水果有名女歌手，看咱哪会有啦？哎呦，你做啥物代志哈？我只有2条歌，想要请你做曲。你的歌词毋是拢田武贤在写的曲？有闲做袂赴啊，所以麻烦你斗3工者，个月会当较悬的哦，1条7块。哦，安尼哦，无好啦，我再看卖啦吼。有部长啊？啊？咁无我会用做。哦，有啦，搁有2条歌一定请你做呀。我还有代志啊，我先走啊哈。你是我迄惊着啊！我今要走。无啦，会社搁有代志，所以我先来啊。好啦，无用做你啦，好。顺行啊！秋林啊，你伫遮哦？总理他妈来几只？哎呀，王部长啊，有啥物贵事啊？我是专工来吼，摕2条歌来请你写曲的啦。看卖，这2条吼是阮迄新来的少年仔陈达如写的，写了歌吼紧搁好，若由你来写曲吼，一定会大卖啦。啊，毋是听讲迄个姚赞吼去胜利，伊无叫你写曲啊？会晓赞吼，手顶阁有几落条爱写啦，无用啦。秋林啊，你即马是咱伟大的 X 多啦，袂使替旁写哦。袂啦。头家啊，这度偌济啊？要创啥？请你啊。免啦，这种细摊我家己来就好。有影吼，嘿，安尼留互你啦。啊，大摊啊，后盖一定要互我请。我互你欠的，互你欠的。好，先来去啊，吼。顺行。哇，秋林啊，这人的臭车逼若是出来吼，连猪哥都拢我来哦。啊，你讲我猪母，啊你水猪母啊你是？哎，这济歌敢写得了啊？无我分一条互你啊。我就毋是猪母个。好啊，来啦，就咱2个吼，欲出兴旺啦，吼。容易啦啊！哦，就是啊。我调你看。这哦，这2条是我最近写的。你害我，唔敢结，哼，啊，阁是你咧担心所爱歌。谈恋爱哦，兼写歌，忙啦兼洗裤，袂歹啊，是不是？落下回间老月影，凄惨害伊断肠声。
这哪毋是写乱来的欢喜啊？谈恋爱哦，嘛是会有断肠、悲伤的时阵，敢是咧？啊，一声害啊！啊，听起来吼，你甲迄友卡吼，袂有结局。你想看卖，是要安怎有结局？哎呦，我掠准你咧变耍的尔尔，啊，敢讲要用真感情。这首是要互武贤写起，还是要互我？凊彩你拣啊。哦，好啦，安尼我拣毋敢叫。轻卡一波用真心，有人小闪心，这条吼，较趣味，较轻松。是啦。小董啊，来啊，坐啊，啉茶啊。好，啉茶拄啊好啦。啊，拄只吼，这甲树林啊，第一面单还啉半工呢。啊，等恁两个哦，即摆是西公啊新杯啦，裤头哦，拢甲做伙。啊，即摆是美国大迄个的啊，上红的啦吼。我毋是哦，吼，迄树林才是的。我跟你讲哦，毋是干那美骨豆，连咧哥伦比亚迄个古某的周天梦哦，嘛来拜托去写曲的呢。有影无影？树林即摆变到遐尔拍手。了，两边咧抢咯。啊，对啊，我听讲天马西推荐迄个什么18岁单达女哦。对啊。啊，当伊才18岁尔咧，10个月啊，拢还袂当，啊伊拢写啥？伊哦，伊写的物件我有看过啦，伊写的物件哦，拢真有气味哦。啊是安怎叫做真有气味？就亲像讲吼，你啦，你较够写一寡氛味的啦，哦。啊，伊写的物件哦，拢较实在啦，较接近人的生活，看起来完全无共款的咯。傻懂啊，氛味哦，是无几口就会晓写咧，啊，搁像我写甲遐尔好。哦，对啦对啦，你上够啦，这氛味哦，敢若你会晓啦，阮拢袂晓啦。好，啊，恁遮个人哦，若去找氛味哦，上好莫互我脏着哦。安尼哦。老大，老大。廖啥？你顶下弹迄条歌有找到歌词吧？也袂呢。廖啥？我问你哦，到目前为止，敢若毋捌有人用小调做过流行歌对无？是啊。安尼，互我写看卖，敢会用诶？当然嘛好。那呢，这就拜托你啊。古仔啊，若搁进来吼，你会去留一寡花好无啦？哦，这个味道太好了，你这。我倒啦，啊北京去办嘛拢爱进啊。安尼啦，你上少留30个哇。我试看卖好无？头家，我来请这个一下。我结束啊吼，啊你对看卖。头家，借问一下，这个月是倒一个卖了上好？好啦，这个月美国大的这老骨骨哦，卖了上好，我卖200几块咧。助死！你讲啥啊？你讲话较细腻哦。无，你是要安怎？你两毛对我玩呢？我这咱是该上拍。像你这班的哦，现在巴结你就飞出去。你后摆莫我拄着啦！阿好，你写到啥时去啊？你睇伊个业务阿彪啦，是安怎啊？气死！迄歌卖了较好就臭屁，就是讲伊外熬咧，运气较好去互拄着尔。后摆莫去我脏着，气死！啦，要甲伊受气啊！咱来去搬嘛，卖了袂歹啊，对无？嗨，校长，啊你哪会这早来啊？我无代志就较早来啊。哦，我先去你，你店面嘛好去了。